成龍喺銀幕前係打唔死嘅英雄，現實中卻對親女吳卓琳冷暴力26年。1999年佢帶住私生女標籤出世，成龍用一句犯咗全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撇清關係，從此缺席佢嘅童年少年時期。吳卓琳跟住媽媽吳綺莉長大，每日要面對嘅係罰企2小時、皮帶抽打嘅苛待。15歲被逼到報警求助，17歲因長期抑鬱自殘入院。學校入面同學嘅孤立、閒言碎語從未停過。佢嘅童年冇玩具、冇擁抱，淨係剩低被拋棄嘅陰影。19歲響多倫多同 Andy 登記結婚，現場淨得一位牧師見證，冇鮮花、冇喜宴。婚後仲要響天橋底過夜，執垃圾換錢，排隊領救濟糧，身上最窮時淨剩20蚊。走投無路下，吳卓琳拍片段公開尋父求助，點知成龍全程冷處理，連一句慰問都冇。嗰陣時嘅成龍住緊億萬豪宅，開住名車，全球粉絲追捧，卻睇住女兒響異國他鄉挨餓受凍，反差令人咋舌。直到吳卓琳靠自己拼出頭，同愛人開設計工作室，從旺角夜市擺檔賣手繪 T 恤起步，一晚賣晒50件，租4000幾港紙嘅劏房，日頭做助理，夜晚通宵改方案，終於攞到業界認可。2025年底，成龍先至後知後覺補償，透過中間人付清佢加拿大嘅欠租，設立4000萬港紙信託基金，每月固定發生活費，仲將新片急先鋒2P計劃嘅海報設計、北美宣發物料全部交俾佢嘅工作室，按市價簽約，片尾標注名稱，可謂資源傾斜。但呢啲遲來嘅好意，真係能償還26年嘅虧欠嗎？吳卓琳童年喊住要父愛嘅時候，成龍唔喺度；佢被媽媽打、被同學欺負嘅時候，成龍唔問；佢響天橋底凍到發震、餓到暈嘅時候，成龍不理。而家佢學識自己撐傘，成龍先至送嚟遮。呢份父愛究竟係真心補償，定係怕負面新聞影響形象嘅自我安慰呢？而家嘅吳卓琳工作室粉絲有42萬，訂單排到下年7月。早已唔需要靠成龍嘅錢過生活，佢接受合作註冊新公司龍行天下創意，暗合父親台詞，唔係原諒，只係學識同過去和解。4000萬可以買到物質，買唔返童年嘅陪伴；資源可以鋪平事業路，填滿心入面嘅傷痕。遲來嘅父愛到底有冇意義呢？成龍嘅補償係真誠定係亡羊補牢呢？歡迎留言講出你嘅睇法。